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9月19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告别礼拜今日举行，总统蔡英文亲信办保养令，美国和日本政治官员拢有加卡到。中国伫这一天派解放军派出19架军机驶来台湾，咱国国军是用广播讲动话，爱用即时驱离，若无效果家己负责。台中市龙井区东海商圈今日透早4点外发生加速爆炸，4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前总统李登辉今日透早举办追思的告别礼拜。今日透早呢，讲伫咧淡水的真理大学大礼拜堂隆重举行。总统蔡英文是亲信颁保养令，由副总统赖清德率领5院的院长替李总统的黄金翁仔砍国旗。但美国国务院次卿 Keith Clark 和日本的前首相 Mori Yoshiro 拢有行卡到。日台交流协会代表伊祖米希罗亚树宣读讲，日本前首相阿贝伊亲手写的悼念书。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伊也有录影片，来表达对李前总统的感念。前总统李登辉追思告别礼拜19早起在真理大学大礼拜堂举行，由李登辉的查某孙仔李坤仪摕着骨头副翁仔进入会场。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5院院长、政党代表、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这人拢出席。总统蔡英文感谢李前总统激励台湾人奋斗行出台湾家己的道路。我要代表台湾人民向李前总统说一声谢谢您。在感念李前总统一生奉献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台湾的前途正掌握在你我的手中。总统蔡英文也亲身颁证保养令，由李登辉的查某囝李安娜代表接受，随来由副总统赖清德率领5院院长进行慰灵甲砍国旗仪式。覆盖国旗。追思告别礼拜遵循基督教仪式，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全露台代表也宣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亲身写的悼念书。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特別經用影片表達對李前總統的追思。日本と台湾の友好親善、台湾の民主主義と発展に多大なご貢献をなされた李登輝元総統に改めて深い感謝と敬意を表するとともに。My prayer, his reincarnation, whether we recognize or not, his rebirth will carry, you see, his spirit. 国军放21响的新炮，表达对国家元首的追思。在告别礼拜结束了后，10车队随李登辉的母校淡江中学进行最后巡礼。中华民国国送车队由宪兵机车前导加30几台伫送车队结束了后，登去翠山庄。李登辉的骨头夫会在10月7日安葬在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地分区。记者综合报道。李登辉总统的追思告别礼拜结束了后，美国国务院次卿 Keith Clark 和日本前首相 Mori Yoshiro 就离开台湾。不过 Mori Yoshiro 要上飞机之前，有向媒体讲到话，针对中国最近常常派军机驶来台湾，伊是讲，伊希望世界各国会使透过对话来解决纠纷，唔好搁再用军事来敲代志。前首相森喜朗二度来台参加完李总统追思告别礼拜下昼登去日本，这期间特别发表谈话，并无却突然改用，甲记者近距离的讲话展现亲和一面。现场媒体询问针对中国最近一直派出强机了台，代志敢是应该发展安保合作？森喜朗回应：各国用軍事力量對抗的時代應該要結束啦。各国はみんながですね、軍事を膨張して拡大をしてやっていくという時代はもう終わったというのは。僕らは新しい時代って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もんだと思うんです。同じようにやはりそういう意味で軍事も少しずつみんなでやっぱり縮小していくという、そしてあくまでもやっぱり話し合いをしていく、そして連携をしたい。森喜朗表示，伊甲李前总统的世代已经结束，未来时代会更加复杂。不过各国一定要透过对话解决纠纷。森喜朗谈话结束，就甲访台成员、日华议员、昆坛会会长古圭司、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理事长
鼓起太平顶人坐起离台。另外，美国国务卿促卿克拉克也伫参加完，李前总统个别礼拜下到1点外坐专机离台。克拉克至亲和访团成员也在短暂停留期间，充分与我国政府高层官员与各界人士就多项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表示，咱国政府相关部会将就即摆克拉克访台双方的各项讨论结果，继续甲美国合作，强化台美紧密经济连结，并且推动深化基于共享价值的全球合作盘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当美国和日本的政务官出席前总统李登辉个别礼拜这件代志，那亲像是去刺激着中国。最近中国的解放军动作不断，直直对台湾施压。国防部表示，解放军伫咧今仔日就派19台军机驶来台湾，是高一日出动上界侪只军机来台湾的一摆。但咱的台湾的空军除了用公布叫因驱离，即阵是个闹话，要求解放军就爱随科翻头，即时离开台湾，若无效果，爱家己负责。美国国务院促卿克拉克甲日本前首相孙小人19出席前总统李登辉个别追思礼拜，迎来中国大动作以武力压输，公布即时军事动态演出。解放军19再度派遣12架歼16、2架歼10、2架歼11、2架轰六机，加上运8反舰机，总计19架强机了台改写单日上侪架数的一摆。面对强机连续2天飞过海峡中线，行为猖狂。咱国空军实施广播管理，罕见闹党威。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部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接近我领空，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一切后果自负。公布严重谴责中国的行为，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解放军18日伫海峡中线两边进行军事演习，拄好是国军汉光兵推最后一天。国防部长甲参谋总长传出同齐政治行山指挥所坐定指挥，学者分析，共军即摆交代拄好会当当作演习教材，检测国军对敌情的应变能力。汉光兵推正好就是在演练，就是共军海空的一些相关的威胁，基建的出动，正好可以让汉光演习有个更完整的一个资讯来源，也就是验证里面的想定，还有国军的应对的处置。国防部也发布影片，强调规工为民众守护家园，秀出军事画面，会当看到包括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各种火炮时段射击，甲我军上强的防空飞弹、爱国者3型飞弹系统也出现伫画面，显示国军有能力捍卫国土。中国官媒央视是公布解放军伞兵演习影片，也佮用箭头表示一个模拟目标，指出甲国军战车外形亲像，顶头也插着阿纳设计啊。被解图是中华民国国旗，另外款旧时报总编辑黑色正稿卡是放回。美国国歌来一摆，解放军的战机就挖进台湾一步，军演慷慨艺术真高。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地远的消息，台中市龙井区北外东海大学的东海商圈，今日透早4点外发生瓦斯爆炸。消防队初步判断，讲导火所在是伫咧新兴路59巷11号的徛街，简单是因为气体爆炸，结果火一倒，规间厝全烧起来，也牵连到厝边隔壁12号的人家厝也去烧着。但这在意外造成4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即马导火原因检调单位无排除是人为因素。起爆了后，火烧甲真大，伫咧困的民众赶紧拢走出来。台中市龙井区新兴路59巷在透早4点17分发生徛街起爆，消防人员赶紧装水拍火，至透早5点半左右把火拍熄。清查现场，在技术起爆所在11号徛街3楼发现2个大人、1个囡仔的死者。爆炸了后，火氧啊飞到对面12号徛街，行动无方便，73岁姓吴查甫人也被烧死。有啥困爆一摆，我就落来，好看因对面迄个道路，我赶紧走去叫人。死单的死者的老爸看到台中市长罗秀燕当场跪落去，激动到话拢讲袂出来。技术起爆的11号徛街，42岁死单的查甫人死伫咧3楼楼梯平台2桶瓦斯坑的所在。37岁姓蒋的查某人甲8岁查甫囡仔是倒伫咧3楼的后阳台，已经明显死亡了。台中市消防局指出，厝内2楼、3楼发现3桶的瓦斯，20公升迄桶开关是开的，其他2桶10公升的瓦斯规桶红烧甲扬起。不过起爆受损上严重的是1楼也有地下室这2个所在。那么地下室1楼很严重，而且地下室1楼跟1楼那个地板都凹陷了。
感谢个消防人员下晡载着10公升的瓦斯桶要来重建事故现场，可能因果关系。而厝边是指出，起爆发生了后，巷仔真歪，资源不足，救灾有一寡困难。一条线用无水啊，看见哦，这无水啊，开紧会去救。而下晡，检察官也到火葬场上验，重回起爆现场了解可能发生的原因。是不是有这个处理它不是人为的？这个都不排除了哦，有没有人为？对，目前都还在调查。台中市社会局是调出记录发现，11号起爆徛家姓陈的这个查甫厝主，在106年甲107年，8月囡仔管教问题拍这个姓蒋的家后，这阵2个人虽然离婚，不过依然住斗阵。而厝边伫案发进前，并无听到翁仔某有冤家的情形。不过，这场的起爆已经破坏周边徛家结构的壁，有徛家的地下室水也走入去。而整个起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需要更加详细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关心国内疫情。今日下晡，疫情指挥中心是临时召开记者会，公布新增加3个对境外刷入来的武汉肺炎确诊个案。这3个人分别是对菲律宾、缅甸和日本来到台湾。即马全台湾计共有506件确诊病例，其中第505案和2天前确诊的第501案，要做伙踮缅甸食饭，不过因唔是伫咧同一间公司食头路。本来个新增3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按504是菲律宾籍20岁男性，今年9月17来台工作，入境时无症状，不过家长讲伫集中检疫所出现脑后有痰的情形，经过采检确诊。按505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今年2月到缅甸做生理，9月17回来台湾，入境时有脑后症，刷来佫出现其他症状，因为主动通知伫缅甸当地，捌甲确诊者同齐食饭，经过采检才确诊。按506是本国籍50多岁女性，长期住伫日本8月底，伫当地就出现脑疼症状，9月11回来台湾奔丧，入境时采检是阴性，后来因为申请外出奔丧，自费采检才阳性确诊。缅甸目前他们全国有4621例啊，75人死亡。那昨天是他们最高的病例数424例啊，所以他们缅甸应该是最近的疫情在往上升。另外，顶日位于台湾登去菲律宾，伫菲律宾机场检出阳性确诊的2名菲律宾籍的移工，122位伫台湾接触者拢已经完成检验，核酸检测甲肺清抗体全部阴性，显示本土无任何疫情。有被检验阳性的这一块，我们再去回头再检视他的接触者，目前看起来都是我们目前本土并没有任何的疫情啦。指挥中心表示，虽然国内疫情稳定，也毋过全球疫情愈严重，目前全球病例数突破3000万例，大约94万人死亡，10个新增病例315000人，创单日新高。所以最近咱国才陆续有境外移入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 COVID-19， 即阵伫咧世界各国也搁伫咧传，即卖已经有3050万人去为着，超过95万人不幸过身。即阵就连咱的邦交国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也伫咧昨确诊啊，伊也是拉丁美洲国家内底第4位确诊致病的领导人。伫国家独立纪念日内底，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专程参加了纪念日的庆典。即马所传出118检疫结果出来了后，确诊为着新冠病毒。这是头一个台湾邦交国的领袖确诊，嘛是拉丁美洲内底第4个确诊的领导人。Pidiéndole a todo el gabinete que ha estado reunido conmigo esta semana a raíz de los actos de la conmemoración del 14 de septiembre, incluyendo al vice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procedan a hacerse la prueba a partir del día de hoy. 瓜地马拉最近才决定开放国际机场，佮拍算重新开放边境。即马总统说，为着病毒，如果会影响到相关的防疫措施，为了防疫，欧美各国实施无同的措施。美国、加拿大的边境有个延长封锁到10月2日，而印度的申请检疫系统，因为申请的人伤济，互系统无法度使用，也是网页出现问题，要过来礼拜才法度解决。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是感染率增加，互确诊人数伫18超过60万人，为了疫情，俄罗斯开始增加生产史普尼克 V 的疫苗数量。Текущие мощности позволяют производить нам порядка 120 тысяч доз вакцины компонент 1, компонент 2 в месяц, порядка 1,5 миллиона в год.
наращивание мощностей возможно и связан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конечно, с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эт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оставкой профильного специфического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今麦德国阁为着防疫，取消11月11日伫个路举行嘉年华，要求民众居家也是用少人数的方式举行。也毋过有将近69万人患者未试过，说伫个18伫个严格执行、社交距离的状况下，重新开放儿童博物馆。记者宋经理报道。再来，咱关心美国，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Ruth Bader Ginsburg 英过着真要以性别平等、人工流产和同性婚姻一寡议题，真侪人拢真尊敬这位自由派的法官。不过，伊伫咧美国时间9月18，因为腰鞘癌并发济器官衰竭过身啊，患寿87。即阵美国白宫和国会拢降半旗表示哀悼。美国白宫伫个18清假降半旗，哀悼美国第2个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过身。这个月18日，金斯伯格因为腰鞘的癌症并发症，伫个厝内人的陪伴之下，伫个华盛顿的厝内过身，享受87岁。过去20多天，伊前后得到大肠癌、肺癌甲腰鞘的癌症，会当讲是后半世人拢在对抗癌症。 Please be seated. How am I feeling? Well, first, this audience can see that I am alive. And I am on my way to being very well. 出席伫个纽约布鲁克林工人阶级的金斯伯格，是1993年伫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任命之下，加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嘛是美国头一个犹太人的女性大法官。伫伊做大法官的27天，一直拍拼推动性别平等、打胎权利、同性婚姻、投票权、甲医疗健保，还有移民这议题，对于美国社会贡献真济，所以互看作是自由派的法官。在伊过身了后，美国白宫、国会甲联邦最高法院这机构。 拢自主降半旗表示哀悼。真侪有名的人，像议员舒默、麦卡锡、纽约州长库莫这人，拢伫推特发文对悼。She was an amazing woman, whether you agreed or not. She was an amazing woman who led an amazing life. I'm actually sad to hear that. I am sad to hear that. 金斯伯格的过身可能会影响美国选举。大法官的快是要互今麦总统川普任命，也是等选举了后，互新的总统任命，恐惊嘛正做选战的话题之一。记者陈宋经理报道。 关系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9月18播送《我们来自新疆》相关的纪录片，访问对新疆去中国做工的人，要宣扬新疆的人民安怎样在困苦的生活找出希望和生路。美国众议院议长是在讲一讲，就讲会在后礼拜要审查这2出和新疆地区涉及强迫劳动有关系法案。伊强调，美国乃因为商业的利益，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无要无紧，安尼未来。 美国要和世界讲人权、讲道德，就袂有人信道。西方国家指控并且批评中国政府以无人道的方式将维吾尔人关伫再教育营进行改造。中国官方一直拢无承认18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更加播放原来自新疆的纪录片，宣传新疆少年人到个性工厂工作，明显改善产车生活。20岁妇男伫南京电子厂一个月赚5000多块人民币，伊讲寄回去厝，厝边隔壁拢会新鲜。那这5000多块钱在你们当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水平？我们那边是收入低嘛，最高就是3000左右，有些人挺羡慕的。 中国官方透过宣传影片，要传达新疆劳工用伫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可靠希望。不过，美国众议院有关伫新疆人权议题继续用力，将伫后礼拜审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限制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甲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疲劳法案，要求支持美国公司公布供应链。If we refuse to speak out about human rights in China because of commercial interest, then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about human rights any place in the world. 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第10时表示，未少新疆制造的产品是伫强迫劳动的状态之下生产，针对这寡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爱做出反应，所以要对包括棉花在内产品发布5项禁止进口暂扣令。不过，中国外交部反击批评美国以强迫劳动做借口，违反国际贸易规则是霸凌行为。记者综合报道。
来，咱来关心咱国内健保，健保署即马拍算，未来无论是民众停保了后，才搁再保，也是讲退保了后搁保，拢爱伫咧国外期间的这种保费，拢爱纳倒转来国库。为何部长陈时中也有拍算，家伫咧海外食头路人的收入纳入咧健保费内面，计算薪水的标准，希望未来健保费收钱的标准会使搁较公平。一对旅居美国活30年的翁仔甫，今年4月返来台湾确诊武汉肺炎。两个人虽然无健保身份，不过住院隔离费用按照规定由政府出。而亲像艺人黄安旅居中国，也常常回国用健保，互真侪民众对旅居国外民众返来台湾缴增加保费、享有健保资源产生反感。对此，卫福部拍算改革健保互保的规定。他本来持续如有在健保身份，那当然健保费都一直要缴嘛。他未来是考虑说把海外的收入也要纳入我们健保费的一个考虑。但是中国要将海外工作者收入纳入健保费的薪水结构来计算，而即阵旅居海外民众返来台湾使用健保的种类，分做出国无满6个月必须缴保费，出国6个月以上无满2年会用办理停保，停保期间无需要缴保费，返来台湾了后会使马上复保，被称作任意门条款。而出国满2年会被渎职，并且自动退保，等6个月了后才发到加保。而这段期间保费唔免缴回。伊改回是肯定健保复保的修改，不过变做查海外收入是一大难题。实际海外的收入可能10万，但回台只剩说他只有2万，那时候应该要怎么把关？这其实是我们认为其实很关键的。健保署应该也要盘点，就是里外国人欠费真正的原因。不少人伫海外有真悬的收入，不过伫台湾收入低，所以讲每个月保费无超过1000块，民众认为无合理。健保署无排除要求出国超过6个月回国的人，爱缴清健保费才发到复保。即阵规划10月开始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去花莲，最近伫咧花莲，民众若去到遮要出海去看海翁的人是真多，也致使这个看海翁的产业真强。当年就有20万人出海，当地使这种观光船的业者也袂少。花莲县政府即马也拍算讲要搁加开放8个看海翁的船帮，要抢这块观光大饼。后疫情时代，民众无法度出国旅游，花莲收海翁的人逐工满，看好市场。即马有业者开3000万打造一只当49栋流线型的游艇，到伫上经五路事业，一开始就吸引真侪游客体验。我们是用游艇的一个造型下去造，它的49吨级的可以坐88个，它的造价应该超过，我们现在还在核算呢，应该超过3000万。原因还是新的比较好，有多一个选择就对了。花莲港目前有4间首经业者，6只首经船。南区就推广是有2间业者，3只首经船，加上目前这只新船拢总有10只，互花莲收海翁成为建国时代。我们乐观其成，因为有更多的船只，有更多这样子的业者进来，相信就会带给国人不再只是面对陆地，而是希望能够面向海洋。根据县府资料，花莲首经当年吸引20万人带来无限的商机，所以县府也会开放8只首经船的设处，和款团非常欢乐。应该是要先把各种规范的法规，不管是赏金的规范，还是船家制度上的训练的规范，它都必须要完成，那才能够真的这样子开放。不然的话，这个一开放下去，真的会让环境受到很大的考验。乌条文国基金会强调，国际上已经有23个国家规定，收海翁爱离100公尺，收海底50公尺，停留时间30分钟，半公里内首经船袂当超过2只。若讲是母仔囝海翁，也有特别规定，不过这个规范台湾目前也未加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关心天气，沿岸到明仔，东北风会溜溜变强，北部和东北部的气温也会下降，北部和东部地区可能有一个所在会下大雨。明仔天气安怎有变化？咱就会来去看气象资料。北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1度。中部25度到34度，伫咧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来，咱来看金门平湖马祖25度到32度。咱同齐来看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
谢乡亲收看，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咱再会。伊倒手是无中风的迄边，所以咱有当时也希望讲用好的手来代替来训练伊的头壳，互伊会当为脑部的连接，会当去训练着伊的歹的迄手。9月19，拜六暗时7点半，成年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好，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注意啦。咱今仔日要紹介的主題就是做穡，做穡漢字寫做做穡，羅馬字寫做知而做，思而穡，做甲穡攏是第4條。台湾早前是农业社会，大部分的人拢靠种田维持生活。唔只大家平常时啊，定有真济甲种作有关系的代志。即马时代改变啊，这个台湾传统技艺已经离住伫都市的人有略啊较远啊。哦，这个真的哦。哦，谢谢谢谢。在台湾的传统社会，牛是民众上重要的工课伴。农业社会，牛甲人相依相偎，所以台湾的老辈真侪人无食牛。即马牛肉面、牛排这些料理，在台湾的时行，拢是较后来才有的代志。有一寡台语词是农业时代留落来的，即马虽然有原有咧讲，不过意思已经小可无同。亲像小放伴，本地是咧讲吼，要捕蝉也是到挂伫我的时，带附近的人互相轮流去对方的田林斗下手，即马变做互相帮忙的意思。搁有石头，因为是咧讲农事的工课，即马用来称呼所有的工课。像我即马石头做袂了，又搁要加班呐。甲做穡有关系俗语真济，亲像无龟袂出水，是咧讲捕蝉的时阵爱记咧。来，比如讲吼，做任何工课，拢着先付出，才会有成果。也有一粒米，100粒汗，形容做穡的成果。丢做穡，工课伴，小放伴，石头，无龟袂出水，一粒米100粒汗。做穡人实在真辛苦，咱着爱珍惜送来到咱面头前的食米呢。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咱后摆再会。